Okay. Let's do it. 咦 ？Ready 喎要？哦，要撳 ready 喎。Okay. Ready. Oh shoot. Michelle，佢係 deaf 嘅喎。啊等下先，你 mute 嘅。而家到咁熟喎，1分鐘啊，59秒啦，58秒啦。而家做啲咩？咦？邊個盲嘅咧？唔記得咗添。可唔可以講一講？算啦。我哋點樣玩嘅呢個遊戲？佢 mute 㗎嘛？我哋咪要拆彈啊！係啊。我哋而家眼前咧有4個，我哋眼前有4個4個窿，跟住咧有3條線。咁咧左邊嗰個窿，左邊條線咧係藍色，跟住之後就冇線啦。呢個差條綠色線我估，跟住之後就係紅，跟住之後黃色線咯，跟住着咗黃色燈咯。佢而家倒數都5秒啦。我哋有冇啲話可以點樣玩呢個遊戲？佢秒爆啦。Okay. Good first try. 好難，你要睇我嘅指示咯，即係我喺度，因為我拎住緊款 menu 嘅。跟住我就原來你係唔講得嗰個。係啦，我係唔講得嘢。你 bring up 咧，我覺得係啱嘅，即係你 bring up，你啱啱講嗰啲係 OK，跟住我就開始做手勢啦，但係就可能未睇得切咯。我哋再。OK， 即係啱啊嘛頭先。OK， 好，再一次。You ready? OK。Okay. Okay。我哋而家1分鐘5秒。咁咧而家咧見到條線咧就係綠色啦、藍色啦、黃色啦同埋紅色嘅，咁着咗黃色燈。OK， 你而家哦。OK。Okay。四條線。由最左邊開始數係綠色、藍色、黃色同埋紅色。1、2、3、4咁樣標指示得唔得？阿盲佬。望我。第一個係綠色，係咪綠色啊？綠色。死啦！點樣？你啲手指點樣喐？綠色。哎呀！哇！等先，有冇望我啊？你哋？我就係見到你攞咗 menu 落嚟啫喎。唔係啊，我有擺手勢㗎。你講完你啱啱講嘅嘢咧，你就擺，我就會擺手勢剪第幾條咁樣咯。哦，你哋點樣伸隻手出嚟㗎？等我睇下先。我E 咯，但係你哋應該伸唔到，得我有手㗎咋。哦，係啊，得你有手㗎。係啊，因為係咯。OK， 再嚟多次。Ready。Okay, let's do it。好，再嚟多次。四條線。綠色、黃色、紅色同埋藍色，而家係着住紅色燈嘅。好，打人。要咩頭水？
盲佬就喺度指嚟指去，唔知做緊咩。我哋仲剩翻1分鐘，側邊有好多招。誒，你刪埋咗本嘢，即係點咩意思？哇！呢、個手勢啊，哇！呢、個叫做手指指轉嚟轉去，咩意思咧？嚟多次啦！嚟咗字咯。再講多次係嘛？嗱，綠色、黃色、紅色同藍色，跟住着住紅色燈，藍紅係呢個係藍色嘅，啱唔啱？藍色燈第4條，你舉咗4，第四，啱，好，藍色四，藍色。唔係指藍色咩？唔係指藍色咩？啊，好頭痛啊！ Good try。唔係指藍色咩？等先，我讀唔明白佢嗰本 menu 啊！唔緊剪地，我啱啱剪咗第4條線。 4條咯，係啊，我話第4條嘅。哦佢話着黃色燈就剪藍色啊嘛，定係唔剪藍色咧？藍色啱啱係第幾條線啊？第4條咯。佢仲第4條啊！佢仲着住紅色燈嘅喎，關唔關事啊？你唔係話着黃色燈咩？唔係紅色。哦，咁得啦，咁 OK，要係 OK，OK 睇錯咧。OK，咁係好咁燈先咯，講個燈，咩？講咗燈先啊！講咗個燈係咩色，跟住之後就係條線點樣排，咁我知剪邊條。好啊， OK。好，我哋有1分半鐘，隻燈咧係紅色嘅，紅咁咧第一條線咧係黃色啦、哦藍色啦、黃綠色啦，跟住紅色，OK。 3條，即係綠色，綠色第3條，正確嗎？綠色係，雖然我見唔到你嘅手指公。哦 nice。OK level 2 level 2 level 2。 OK，好叻啊！我哋 Level 2係加減乘除啊！係啊，攞翻啲筆出嚟先。仲要計數㗎？唔知啊，我撳翻 ready 先，sorry 啊。OK。哇！好，我哋咧而家有2嚿嘢。 2分鐘嘅時間啦。頭先嗰啲線以外咧，我哋都仲有再多咗一樣嘢，就係上下左右。左右箭嘴。咁上下左右個 box 咧，着住係綠色燈啦，而線嗰個 box 咧係着住黃色燈嘅。咁我哋先講咗線先啦，線咧就得3條嘅，綠色嗰條線就冇咗嘅。咁3條線係有咩咧？由左邊開始數起就係紅色啦、藍色啦，跟住之後冇咗條線啦，跟住之後就係黃色嘅。OK。而另外嗰個 box 咧，佢係着住綠色燈噶嘛，嗰個上下左右個 box，佢咧中間咧就有3粒點，三個你當好似圍棋嗰啲黑色黑點咁樣啦，係7字咁樣咯。係咪講緊線啊？你而家遞咗你遞咗手指2，講緊線啊？好啊，見到你個手指公係嗰條係藍色線，第2條你指藍色線。唔係，係咪要拆咗佢啊？係，請拆啊！唔係，唔好拆。再講一次 ，OK， 好。條線嗰個 box 咧，佢咧就係由左邊開始數起，係紅色啦，跟住之後藍色啦，跟住就空咗一個位啦，跟住之後就係黃色線。佢呢個箱咧係着住黃色嘅燈。紅藍冇嘢，黃
黃色燈，第一條線係紅色嘅，啱剪第一條。啱，係咪要拆咗佢？拆啦，拆啦，拆啦，拆啦！ What？冇理由㗎，係咪唔夠時間啫？我哋要插埋另一個嘢，我哋係冇時係我哋間，係咪啊？我哋係冇時間。時間定係我睇唔到時間啫嘛。冇時間。哦，OK，另外嗰個上下左未。 OK，再嚟，再嚟，再嚟未，come on，go go go啊 ready。得唔得？ go。哦，好，我得兩個哋有2分鐘時間。而家咧嗰個上下左右嗰個箱咧，佢係 locate 咗喺右上角嘅。咁上下左右嗰個箱，佢係着住紅色燈啦。紅色燈。而佢中間嗰兩粒旗咧係斜嘅，左上右右下兩個斜 dot，然之後係綠咁咯。佢下面咧文綠就有另外一個 box 啊，就係線嘅 box 啦。而線嗰個 box 咧就係着住黃色燈嘅。黃色燈。佢有4條線，由左邊開始數起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同埋綠色。紅黃藍。我再講一次啊，紅色、黃色、藍色綠同埋綠色，佢係着住黃色燈。黃色燈，紅藍黃綠。同埋嗰個箱佢多咗一粒掣咁樣咯，唔知咩嚟。OK， 係線第3條係藍色，啱唔啱？啱，係咪要拆？拆唔拆？拆。OK， 繼續。啱咗，佢綠色燈。而家喺到箭嘴嗰度啦，上下左右嗰個上下左右嗰個箱係紅色燈嘅。紅色燈。佢中間咧係有2粒旗係左上同右下。係朝向north east 同埋 south west 嗰個方向嘅。Yes， 左上右下啦。即係斜住嘅2粒旗。一係綠咯，我見到。唔係 north east。係係啦，仲有10秒位，上下左右。係咪咁？應該係按 sequence。上。好難，自己感覺好差。好難啊！紅應該係上 sequence 下上，即係我哋聯最上嗰個係1，跟住2，即係右邊係2，下面係3，左邊係4，咁樣得唔得？即係順時針1、2、3、4。或者我哋調翻轉。我同 Chris 調轉。好啊。玩啊！咁好啊。好。我都係用 OK。加油啊！我而家5分鐘嘅時間，咁咧個箱都係上下擺嘅，喺靠右邊啦。咁上面嗰個箱咧就係箭嘴嘅箱嚟嘅。咁嗰個箭嘴嗰個箱咧就係着住藍色嘅燈啦。而佢中間嗰2粒旗咧係平排放嘅，左右平排黐住放嘅，2粒嘅啫。咁我下面線嗰個箱咧係着住紅色燈，而佢得3條線嘅啫。最左邊嗰條線係藍色，跟住空咗一條啦，跟住之後黃色，跟住之後就綠色。仲有1分14秒。好，第一條線係藍色，啱唔啱？啱，可唔可以舉個手？啱，我拆㗎啦，拆啦，我拆啦，我拆咗。OK， 另外上後左右順時針1、2、3、4。你可以講個順序俾我聽。佢係着住藍色燈嘅，佢中間有2粒旗左右黐住。horizontal 咧，左右黐住。36秒。3秒。
你得㗎，嚟啦！你啲手指我，但係我呢度係睇到3粒點喎。一，跟住咧，快啲！哎呀，我錯咗，唔緊要，我哋原來仲有2次機會。佢有中間嗰個 sequence 色仔㗎喎轉咗啦，轉咗 L 字形。我啱啱 click 咗右邊喎。 L 字形。 3哎呀，GG 1。啊！我可以 click 嘅喎，即係其實我係可以 click 而佢唔，唔係喎，有 mistake。係啊，可以整3我有次3次 error。第一個易啊，第二個難啫。第二個係未係啊 figure out 到。係。嚟啊！sorry 係我。好，我哋整箭嗰個先啦。箭嗰個咧就係着紅色燈嘅，咁佢咧有3條線，左邊嗰條咧係綠色，跟住就空咗一格啦，之後係藍色，跟住之後就係黃色。得箭1、2、3，係咪要講埋嗰個相？唔使一個先啦。OK，第三條即係黃色，啱唔啱？哎呀，唔啱喎，哇即係sorry，咁即係藍色啦，藍色即係第幾條啊？應該係藍色啦。藍色係咪第一條啊？藍色係邊條啊？係第3條嘅話，你見唔見到㗎？我藍色冇睇唔到顏色嘅，因為藍色。喂，喂，藍色啊！我識盲 OK， 好㗎。啦，我箭嘴嗰度咧就係我講唔到嘢嘅咩我哋隻？手阻住咗，我箭嘴係黃色嘅黃色燈，跟住佢係4粒棋，一個佢係一個對稱嘅4粒，1、2、3、4，正方形。3秒 sequence 啊，你俾1、2、3、4我。好，第4即係 north east south west west 啦。OK 啱，跟住之後而家個棋咧上下啦，上下即係 vertical。第一 north 啱。佢係我係識盲嘅喎，你係咪聽唔到？係 in game 佢聽唔到㗎，係啊 Michelle 聽唔到。嚇，但係佢應該聽到我講嘢，我盲啫嘛。哦，佢聾嘅。個龍。佢一射啊輸。我係識盲嘅，sorry 啊，所以我睇唔到。你要話俾我聽1、2、3、4。4係要撳一粒掣啫喎。我要講咧1、2、3、4咧 even 咧中間隔咗一條嘅線，我都照講。照計埋嗰個檔係1、2、3、4啦，係嘛？唔係，因為我都見到得3條線㗎。唔緊要啦，OK 啦，OK，好就嚟。OK，好，加油啊！好。好，嗰度佢係黃色嘅，着住黃色燈，由左邊開始數起係黃色、紅色、綠色同埋藍色。第2條錯，再講一次，OK，佢係着住黃色燈嘅相，而家講緊一條條線嗰個啊，最左邊開始數起黃色、紅色、綠色同埋藍色。第4條啱，OK，繼續落。雙，另外嗰個雙咧係着住藍色燈嘅，佢而家係7字，中間嗰粒棋係7字，上面2粒，下面1粒7字。
第二係咪即係 north east 啊？east。好，我哋仲有44秒，一個 trial。啊，而家中間嗰兩粒咧就係上面一粒，下面一粒，佢一個上面嗰粒喺左邊，下面嗰粒喺右邊，佢係斜嘅。 OK，紅色燈，2秒，20秒，你得㗎，加油，加油，努力，加油，努力。呢個世界真係好安靜啊！如果聽到你哋講嘢就好啦。10秒。diagonal 嘅 line 2粒左右，上面嗰粒喺左邊，下面嗰粒喺右邊。好，拜拜。你應該見到個數字㗎嘛？而家我見到唔係2咯。Christy 應該都我見到啊，我見到7咯。哦，OK，唔係，但我發覺我見到嘅嘢同知明見到嘅嘢好似有少少唔一佢見到樣。個 dot 啦。我見到個數字咯，但我俾唔到你㗎。定係咩啊？你可以講㗎嘛？咁我聽到咯。哦，我可以講俾你聽嘅。哦，原來我哋可以溝通嘅。OK，原來係 miss 咗呢度，再試下。好，好，都開始啦。係線嗰排咧係着住黃色燈，咁咧佢又少咗一條線嘅。咁由左邊開始數起咧，就係紅色，跟住空格，跟住之後綠色、黃色。第一條係紅色，啱唔啱啊？喂，係咪剪啊？俾個手指公啱，請第一條 yes 啱咗。OK，好，另外一個箱咧就係黃色嘅黃色燈，咁佢哋一粒嘅啫，就係喺角。我見到數字3。哎，你怎麼回來了？ Class ended like 2 hours early, bro. Oh, nice。这么好辛苦 class. Oh my god, I'm so tired. 來吧，我看到是3。再嚟一次，好，佢係黃色燈，咁佢嗰個 dot 咧係得一粒嘅，一粒 dot，佢喺左邊嘅左上角。你得㗎，42秒，41秒。不過我發現咧，做一個龍嘅人士咧，都係可以唔使用腦，就真係講嘢得。我係見到數字係啊，25秒，一粒豆豉我見到數字3啊。喺上面嘅。上 north 啱咗 ，OK， 跟住之後咧就係7字，上面兩粒，下面一粒7，一個7，數字一媽咪棒，要撳下， What the heck？要撳幾多下？咁要撳下咯，佢4下咯鏡。要撳4下，好靚嗰啲態度啦。一個 sequence。我試下睇個佢 menu。咩？你係咯，你可以睇下個 menu。調轉啦，而家我做 blind 咯。你做講咯。哦。你講，跟住我 blind，其實一樣㗎。哦，OK。咁我係唔係喎，佢睇 menu。係啊，你擺字。我唔講嘢。係啦。哦，係咩？係 deaf。係。咁我咪聽到你。我唔講。你哋兩個可以講嘢㗎，啫嘛。哦。你哋兩個講得嘢㗎。唔緊要啦，學咗先啦。啊，唔係喎，你哋兩個唔講得嘢喎。係啊。唔得。咪試下你睇個 menu 先。係咯，你我都唔睇下係幾 get 個箭嘴喎。佢想我做咩？誒，見到兩樣嘢，線係黃色燈，
黃色燈，OK， 3條線，綠、紅、黃。呢黃色燈3條線，綠、紅、黃。你可以撳 E， 然之後揀1、2或者3。1係綠，2係紅，3係黃。紅色燈啱唔啱？啱，紅色。OK， 知咗啦。Good。第二個箭嘴，綠色燈。綠色燈數字4，一粒點係左上嘅，我覺得係黑色。綠色燈數字4，一粒點係左上。咁佢有2個數字嘅，我唔知係咪14就係一個箭嘴。嗱，綠色燈數字4，一粒點。我知啦，我係見到4。 2粒。第4即係上下右下左，即係左係咪啊？係咪左？OK， 左 OK。大家藍色燈 OK， 藍色燈一粒點，你見到咩？2 OK， 2即係右係咪？錯咗 OK， 再嚟。綠色燈 OK， 綠色燈。我見到2粒點係左上同右下嘅。OK 嗱，搞掂個 menu 點啊 OK 喎，可以啊，OK 啊。係咪就係佢見到嗰個數字加我見到幾多點？唔係先睇咗顏色先嘅咧，係啊，即係個行，跟住佢同你講有幾多粒點，就你睇翻最左邊嗰行，跟住對應翻個箭嘴咯。理解唔到。即係嗱，我試下 menu 咯。嗱最左邊嗰個係最左嗰個係有數字噶嘛。係啊，2個數字。咁一開始你要講咗嗰個顏色先。咁我哋喺顏色嗰個 column 裏邊咧，排翻幾多個數字。咁咧 say 如果你係頭先藍色咁樣係第3行咧，咁你就vertically 睇嗰一行啦。跟住之後你哋再數裏邊有幾多粒噶嘛。咁就對應翻。你左邊嗰個排嘅數字嘅一粒，跟住佢就會對應翻邊一個箭嘴咯，就揾得翻。你要揾 axis 同 y-axis 嗰2個 factor 咯。好，咁我係做呢一個。好，我哋再嚟多次。OK。好，夠啊！我哋有2分鐘嘅時間，玩咗先啦。有3條線嘅，咁咧佢着住黃色燈啦，由最左邊開始數起，藍色、紅色。第2條係紅色，啱咗。OK， 另外好揭第2頁啦，咁我哋咧就開始睇呢個上右左右啦。咁佢係着住黃色燈嘅，咁你就睇黃色嗰個 column 先啦。咁咧佢裏邊係有3粒點，3，跟住喺對應翻黃色嗰條，跟住睇第3行係咩？你就佢箭嘴指邊，你同我講幾多 ？OK， 指上面好咁上啱咗。好，而家咧係喺呢一個數字1藍色嘅燈嘅，咁藍色燈裏邊咧係有2粒2啊，數字1 2啊，係咪2啊？上下左右。我係咪要2啊？上下左右2 OK，good。好，而家係着住呢個綠色燈嘅3粒。我係4。綠色燈3粒4。OK， 最後尾係藍色燈，跟住之後2粒。4啊。Yes. OK。Level 3。Oh my god， 好難啊！ Okay, ready？ 好正。好，再嚟。 Ready？ sorry，係我未 ready。
又嚟啦，我哋有2分鐘，唔該。線有先啦同埋計數機，講咗線先啦。線有4條，喺黃色燈嘅。由最左邊開始數起，黃色、紅色、綠色同埋藍色。第4條係藍色，啱咗。好，計數機。哇！計數機係冇着燈嘅，但係佢就寫住55減25。得攞計數機出嚟。55減25咧，即係30。咁我哋填咗跟住30幾多先啦。 ？30。 OK， 跟住30就着咗呢個叫做黃色嘅燈嘅。你攞開你隻手指先啊，唔好意思。OK，good。黃色燈，見到啲咩啊？乜都見唔到。我哋黃色燈，做啲咩啊？好似黃色燈，黃色燈啊，我哋數字黃色燈。黃色燈。OK，咁啊，等我睇下可唔可以讀中間呢啲數字出嚟先。 4，我有2 1、6。 OK， 5好似好。 3咁咧，佢而家咧係着咗黃色燈。咁我哋頭先計咗55減1等於30啦。咁中間咧裏邊有10個數字，10個鍵嘅。咁由最上面開始數起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咁樣。我咁樣開始數啦。好，由最上面開始，1、2、2、3、3、4、2、3、3，跟住最後尾個係你攞開隻手指2啊，仲有咩2？我睇嘅數字同你嘅數字係唔一樣嘅喎。係啊，即係你你啱啱講話你自己講完嗰個數字啦，咁我就咪計咗你話等於30，咁我就揾3同埋0咯。咁跟住之後出咗30之後，佢就按佢個30就係喺個 screen 上面係嘛，跟住就會着燈啦。跟住就着咗燈啱咯。咁着咗燈之後，你係咪有咗燈你就會俾提示啊？好似有個數字咯，一係 even 一 odd 咯。我覺得嗰隻係 even 或者 odd。唔係個黃色燈，如果 even 嘅話就係一個數字，如果係 odd 嘅話一個數字。我覺得因為係答案係30，咪 even 啊嘛。咁我個數字係要0。咁但係數字嗰度咧，嗰10個 number 係冇0噶嘛，係1咩122 332咩112咁噶嘛。唔係，但係我有0㗎應該睇到數字嘅，係我見到睇到數，零㗎。我睇唔到，我睇唔到數字。嚟多次啊！呢個0喺邊啊？我俾唔到個0喎，我咁你咪俾10擺咯。個0係咪真係？係啊，要俾10啊！嚇？我睇個個零 screen 嗰啲掣入邊係有個0字嘅，即係有得撳嗰啲數字係有個0。係咪打電話嗰個曲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0咁樣？18、90。唔係喎，我唔係睇唔順序㗎我唔係唔順序㗎。 OK，好，有事。好解咗線先啊，線咧係着住黃色燈，黃色燈4條線，最左邊係綠色、藍色、紅色同埋黃色，第2條係藍色。好而家啱啦。 55啊，52加3 55。 55。紅色，着咗紅色燈。3，咪要揾3呢個字啊？哦，啱咗喎，啱咗喎。跟住點解OK 做到？ OK 得啦。好勁啊！繼續點解嘅？點樣啊？佢講咗，因為我係見到，我啱啱，因為啱啱咧可能北咗，我係睇唔到好似電話咁樣嘅數字㗎。但係啱啱嗰一 round 我係見到電話鍵，不過嗰啲數字打亂啫嘛。哦，咁其實咁佢新咗個3嘅手指係咩意思啊？但係我要撳3咯。
我就揾咗3個，我就撳3。 level four，level four。好啦，好，而家咧有齊晒3張，解咗線先啦，都係。黃色燈，由最左邊開始數起，黃色、綠色、藍色、紅色。第4條係紅色。sorry， 第3條。54減5等於49。係着咗黃色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啱咗。好，下面箭嘴。9。 OK， 佢係藍色燈嘅，着住數字3。我係9。第4個係啦，係啱。紅色燈2粒。我係7。2啊。黃色燈2粒。3。藍色燈3粒。7。哇，好快喎！我哋簡直係天才。3。哇！ Nice。 Yes。 level 我 five。捉到個套路啦。 level five。ready。 Ready。OK， 而家咧就多咗一個類似我一條管剔掣。嘅一個問題。我哋先解畫咗咗繩先啦。線先。好，繩嗰個咧就係綠色嘅。咁由最左邊開始數起，黃色、藍色、紅色同埋綠色。OK， 綠色燈最左邊嘅係黃色、藍色、紅色同埋綠色4條。第3條係紅色線。我哋玩上下左右箭嘴先。咁嗰個咧係而家係綠色燈2粒。第3向下。OK， 藍色3粒。都係向下。OK， good。綠色燈2粒。向上。唔啱。紅色燈2粒。2色。向右。2粒。2係。9。綠色燈3粒。向下。1、2、3，向下。唔啱。啱啊。唔係喎，啱喎，sorry。 4。OK。唔啱喎，唔啱啊。喂，紅色燈2粒。 4啊。向上。啱咗。黃色燈2粒。 6。黃色燈2粒。第2。 6。啱咗。OK， 好。另外一個啦。嗰個咧係有一條巴咁樣啦。200啦。跟住之後咧，上面咧有4隻色嘅燈嘅顏色，由最左邊開始數起，係綠色、藍色、黃色同埋紅色嘅。我係4。咁佢下面嗰啲dots 咧對應翻係下面。OK， 我係見到4個數字嘅。OK， 即係你見到 dots 嘅時候，你見到我見到 dots 嘅時候，你見到數字咯。係啦。第一條。嚟多次。好。線先啦。第一繩先，條線係有呢個黃色燈。好，黃色燈最左邊係綠色、藍色、
同埋紅色。紅色線，紅色。第3條紅色。啱咗。OK， 而家上下左右啦。黃色燈2粒。 9。第2。啱咗。紅色燈2粒。 4。第1。啱咗。黃色7。燈3粒。 黃色燈3粒。 7。第4。 4。係咪啱咗？好似啱咗。紅色燈2粒。 4。紅色燈2粒。第1。perfect。好，嗱，另外嗰個咧就係上面有4盞燈啦，跟住有一條巴，跟住之後面就係有嗰啲點點嘅。咁我講咗上面嗰4盞燈嘅排序先啦。紅色、綠色、藍色同埋黃色。咁我講啲 dot 啦，咁對應翻嘅咋都係你可以攞開隻手指先。OK， 3、2、3、1。我係3、6、2、1。下面嘅 dot 係3、2、3、1，顏色係紅、綠、一個紅色解啊！黃。你解咗第一個先啊。 3、2、3、1。紅。唔係啊，你睇我個 number， 我係3、6、2、1啊。3、2、3、1，仲有18秒。加油啊！你得㗎！係撻同埋唔撻啫嘛，係嘛？係紅、綠、藍、黃。3、2、3。哦，棒棒。啊！紅。我俾分濕同埋分3代表剔同埋唔剔唔剔係咪？可以。因為佢冇得係啊，就剔同。係咯。其實係點咧？呢個未 get 到，不過再睇下。好，玩線先啊，4條線。紅色燈，最左邊開始數起，黃、綠、藍、紅。第2條係綠色。好，再上下左右點序啊。綠。佢係綠色2粒。綠。第3。啱咗。黃色燈1粒。1。黃色第4。錯喎。唔啱，再試下。因為原來唔啱，要重新再嚟喎。OK， 綠色燈2粒。我係2。第1。啱咗。紅色燈2粒。紅色2粒。1。啱咗。藍色2。5。藍色2。1。啱咗。OK， 黃色粒。9。3啊？唔啱啊，媽咪啊！OK， 紅色3。就係玩呢個啊！你想玩咗左先啦。OK， 好，玩咗左邊先。好，着燈次序係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。我係1、3、4、9。2，全部都係2。 3、4、紅色、 9。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。哦，要推嗰啲掣啊！哦，邊個推邊個？我係1、3、4、9。你試下，你撳咗一次啦，係咪？哦，
完全唔知發生第一個咩事。 tick，第二個係咩色啊？紅色推咗上去，啊唔係喎，而家唔係啦，紅色推咗上去，其他冇推。藍色推咗上去，藍色同紅色推咗上去。紅十，你睇到啲？我我想知道你嗰個點樣解㗎？因為我見到4個數字，係啊，跟住我要推第一個啊，首先係個次序啦，然之後即係顏色然之後就可以根據佢嗰個 rules 去 apply，然後佢4個 number，咁第一個 number 如果 odd 或者 even 咧，就 tick 或者唔 tick，第二個或者係一，咁我好似135哋一個一個嚟咯。我哋一個一個嚟，即係我哋做咗第一個，你講咗咩色先？不過你要轉 status 先喎，李志榮。我要咩話？ 2點10分啊！哦，係喎，多謝，係喎，我轉咗個 status 先。轉咗啦。好， OK，真係。好，玩咗線先啦。好，線咧係綠色燈4條，左邊開始數起綠、黃、紅、藍。第3條係紅色。OK， 上下左右箭嘴，紅色燈2粒。六，上1，啱咗。綠色燈3，七， 1，啱咗。紅色燈3， 4， 1，啱咗。綠色燈1粒。 9，綠色燈1粒。 9， 3，嚟啦。 perfect， 好嚟啦，由燈嗰度開始數起啊。綠色、藍色、 4，黃色、紅色，跟住啲 dot 係你要攞開你隻手指嚟啊。綠色4， 2，又係綠色，第一個係綠色，綠色4，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、紅色。第一第一 click， 30 OK， 綠色上咗去，第二綠色、個藍色、黃色、藍色紅色。藍色係9，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、藍色係9紅色。 ，tick， 30喎。 OK，藍色上咗去，黃色、 7，黃色、黃色、黃色同紅色、黃色7，黃色。好，再講一次，黃色同紅色、藍唔係，sorry，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、紅色、黃色藍啊唔係綠綠藍黃8秒啊，快啲紅 enter 錯啊，媽咪都錯你老。唉，點解冇反應？3個係咩啊？第三個係大於或少於另一個數字嘅，所以要全部都講一次。我即係3係最後做，唔係，即係3係，譬如佢係大於第4個 number 嘅，或者即係所以我要最後先做第3個。唔一定㗎，就全部 number 講啦，可能咩啊？咁你話第3個你要知道，係啊，我咪話其實我有冇係啊，有冇我嘅作用㗎？大於或少於第4個 number 啦。哦，即係我都要講晒啲數字俾你聽嘅。或係啦，或者如果知道個 menu 嘅話，就咁講右邊個咯，但係唔一定㗎嘛。我想問我有冇我嘅作用咧？有啊，我都有作用㗎嚇。梗係啦，我需要做啲咩啊？我成你就係繼續講。佢有啲咩係唔使講㗎？有咩唔使講？我覺得係咪第4個即係
嗰個 TikTok 嗰度咧，你嗰啲色仔唔使講，因為個數字我睇到，哦，好啊，我唔講啦，係嘛我？唔講嗰啲。有冇影響好先？似冇，係咯，係咯，因為唔知嗰啲我發覺係咗，咩原來你係睇到你睇到黑色點，跟住我睇到白色點，但係啲點咧係即係加埋先會係嗰個數字咯。嗯，所以就咁你唔需要知道個點咩？唔使講色仔咯，使唔使咧？第二 round 使唔使講色仔？我基本上但係我都我你冇但係係兩粒係嘛你 mute 咗。唔係佢都聽到我㗎。但係黑色、白色咩意思啊？即係一粒色，我係見到白色嗰啲係位，佢見到黑色嘅點，但係啲點係唔一樣，因為佢個 background 係黑色㗎。哦，咁佢即係我就諗緊咁其實係咪點有冇用咯？我哋使唔使知道啲點？我係咪睇下邊個啱啊？即係你話上下邊一左右個係正確嘅？上下左右嗰個因為有係時佢基本上我跟Christy 嗰個 number 咧就啱嘅，但係哦，咁就唔使點咯。但係有時好似又唔得。我一直以為我講嗰啲點係啱嘅喎。因為你嗰啲點同我睇到嘅點係唔一樣，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咯。哦，OK，唔係明啦 Christy 係會見到個 number，我係啦，我直接見到數字。數字哦，哇！咁你哋都要 filter 我好多廢話喎。唔係，我哋唔知佢有冇用噶嘛。係啦，好 last 好，就今次唔講啲嚟啦，我哋玩線先。藍色死啦，開始咧撈唔到。藍色4條，黃色、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。第一條，OK。我哋玩下左右點序啦。黃色燈。第3。哦，係喎，真係唔使講。綠色燈。 9咩燈啊？佢話我原來係色盲嘅。第3。黃色燈。第1。紅色燈。1。第1。好，中咗。OK， 上面我就講顏色打。紅色。 2、黃色。 9、1、6。藍色。綠色。第一個先咯。2。紅色。黃色。藍色。綠色。佢 thumbs down。 OK，咁第二個係9。紅色。黃色。黃色9係嘛？藍色。綠色。黃色。黃色點指9。緊黃色。啱，thumbs up。藍色。藍色。藍色1。冇反應嘅喂。呢個係最有機會嘅。咦，啱啱嗰個人轉咗個 rules，我就係每一個第 rules 都會即係個 number 係大於還少於另一個，哦，即係佢個次序。好，that's it。GG。Pretty cool，pretty cool。佢 exit 咗。 Thank you，thank you。